立法院顶礼拜五三读通过南北在违法修正案，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的款额。不过，屏东县长周春美就批评讲，这届修法可能会让部分的县市变作是发展的孤儿。那嘉南市长谢国良是认为讲，针对着财政困境，当日和行政院讨论讲要安怎解决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就批评讲，这届修法的问题偏英国公式计算错误搁较大。20个行政院会内会讨论行政院版本的在违法修正案通过了后，就会送到国会审议。立法院会就是因为南北人数优势，三读修正通过在违法部分条文。不过行政院长杜英台17批评，这个问题比英国公式计算错误更加大，会全面引进。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，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。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，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，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。行政院18会国家地方沟通，20讨论行政院版的在违法有5大目标，包括顶下钱权分配更加合理，水平城乡分配更加公平，还有一般性加计划型补助款爱用具制，协助地方推动建设加经济的平衡发展。若是已经三读的在违法，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，伫计划型补助款的部分，补助比率袂使比英过10年降灾列级的县市平均来较低，一般性补助款袂使比修正施行前一年度预算核定数较少。还是缺乏全盘的考量，正在大规模建设的南部的3个县市是非常的不公平。现在在跟行政院正在积极磋商有关于我们的财划法的配合款。谢国良表示，有真侪县市因为在违法的调整增加税收，不过既然有真侪关税收入煞无法度透过在违法回流，希望中央甲地方做伙解决。周春美是烦恼部分县市恐惊变发展孤儿，面对杜英台讲要全面迎战，立法院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批评杜英台是带头违法。法律3读通过，总统依法公告就成为有效施行的法律。行政院院长带头违法。违法乱纪，莫此为甚。3大中央的可以宏观调控国家财政的工具全部被锁死，还要逼迫行政院一样成为违法院、违宪院吗？财政部国库署表示，政院版的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加一般性补助款，袂使比今年核配水准更较少。经过真侪个沟通，大部分南营执政的县市进前拢表达认同，毋过双北加新北市明确表态无同意。只不过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，无是毋是同意的问题，为着避免地方伫修法的过程无法度预测，认为中央应该要公布行政院版的在违法各项试算金额，提供予地方做参考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